2002三立货柜杯全国慢速垒球精英邀请赛，将伫咧11月20到21伫台南登场。三立货柜过去每一届举办比赛，拢会邀请到国际队伍共同参加。不过近来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主办单位决定将今年的比赛改为邀请国内精英队伍参赛。我们即将在11月20号、21号，在台南市安平区文中 AB 球场文小45球场正式热烈开打。我们除了让选手在球场上比球会友之外，我们也准备了非常精彩的选手之夜，要让每位选手除了在球场上竞争之外，也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体会到我们主办单位的用心。我们还准备了烟火秀纪念品赠予每位参与的选手。记者会这天，热爱体育运动的立委林怡静、市员詹信凯、蔡小维、吕维应，以及永康区市员参选人朱正轩，也拢来到现场致意，感谢三立会规举办比赛大力付出。11月20、21这2天的时间，也是咱台南市来举办这个咱国际慢速垒球的邀请赛。我想这已经连续举办6天啊，是真无简单。特别是三立会馆的咱洪董事长，跟咱的洪委员总经理，真正是对这个比赛出钱出力。三立会馆哦，因为因当时对我们总经理吼，长期对咱棒垒球的推动哦，会使讲哦，提倡也好，推动也好，会使讲不遗余力啊哈，打造我们一个健康活力的城市哈，就从我们的运动还有棒垒球开始啊，而且嘛要代表咱慢速垒球委员会哈。再一次把咱的三立会馆感谢。这届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哦，所以咱无法度有高的队伍来参加。不过咱中国的各路好手，我想大家已经是蓄势待发，箭在弦上了哈。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三立会馆杯可以赶快来开打，所以呢，也非常感谢洪董事长哦，三立会馆大家全体成员哦，大家一起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哦。感谢每一个人。关心棒球、关心垒球、关心运动的每一个所有好朋友，长期以来支持甲疼惜，让咱的城市、让咱国家会当以棒垒球为骄傲。我们也期待这个赛事借由我们三立货柜杯，我们的黄董跟洪总一起长期的努力之下，可以有更多的精英、更多的好朋友来比赛、来交朋友，也来观赛。除了7届比赛，主办单位也为选手安排了选手之夜。邀请歌手来表演，还有精彩的高空烟火秀，也欢迎市民大众20、21 2天来到安平文中文小球场为选手加油。三立货柜棒不棒？棒！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